大金属就是大金银行安尼，我心内金属就是一个银行接收。我就想要甲媒体，想要这个人讲啥，我想要甲伊认真，我想要哦，伊而且咧讲啥，我想要甲伊投诉。我讲最近大湾的上宾馆吼，和平大路最近咱们设起来天头前，卖讲你这个时阵你也都去赚钱啦。无咱一世人，受到一世人，听到一世人，人足干苦唔改变，想要讲就讲，想要做就做，受袂成吼，当然了，修不成是很危险的事。因为咱以前理论是理论，大家讲的拢是刚出去管咧讲的啊，叫咱怎去承担？没有关系，完全无关系。所以咱甲咱分享，爱认真。当你会晓转念，你的人生就不断愈转，愈转愈好，愈转愈好，愈赚愈多，当你赚愈来愈多，你伫世间的代志就会平顺圆满。上天的咧，我来的时阵，你就会当了解，这个时阵就是咧大恶的要当。但是吼，有种个人可能想讲，咱修道就是讲爱平平顺顺啊，吼，但是修道就是一帆风顺，保庇咱平安，所以不是啊。修道毋是咧保平安的啦，因为咱家己哦，咱愈侪做的，愈侪讲话，比如安尼讲，有一搭，一个学台的学生，伊讲吼，问着他讲吼，我实在都无相信我的讲你成功吼，伊安尼家己讲的吼，我都无相信我成功你成功，只要我即摆来修道，我的一切进前歹代志，就拢会当注销啊！咱各位先生。计较的注销的是，正刚刚以前的注销比例，吼，包括计较大概就是知影咧啦吼，一个有诶消掉比例的注销，像咱来讲，上来讲会注销，伊讲这毋是讲，咱有一本书啊，叫做晚恋，愿意起介意，还是愿意起介意。晚恋低钠低点点，然后讲晚恋低点点，毋是你这个解释。伊问着他啦，阮现在阮台啊，伊当时是啊，吼，伊过三关嘛吼，过五关啦，过五关咱就着，还有谁人无？将军还有谁无？伊讲伊打过来，伊拢免背命啊，就他讲问句，三个都免背。你有看有得人背，哎，就问着他讲，无你甲我讲你做了人背，是安那即摆拢会甲伊吼，是咱的上下咧吼，知影做啊真重要。讲上咧代表环境细菌，下咧代表水道，像咱你流程内面拢会甲伊服务啊，上是上等啊吼。咱做以前咱做科学问题，咱一个人做过上过代志。有可能会注销呢，注甲销是无共款的吼，叫做其他来就是一个吼，当做拼报，当做拼报，就是一种注，当做拼报叫做注，哦，啊你讲我先经发过当做，啊我无甲你报，啊你闹平哩，各位先生闹平哩，咱是什么人吼？一个人欠咱是会啊，就咱我咱会啊，拢打的拢对照，大家拢讲，各位先生，就咱有讲讲啊，我的心情啊吼，我讲是拢很定，安尼讲，安尼讲合理啦，不合理嘛吼，人讲的啊，本人共愤嘛吼，是咱是拢会感觉心情嘛，但是无合理。那无合理，无合天理，无合天心的代志，一定讲是安怎啊？会做得来哦，所以会做得来哦。所以你一个人想袂哦，安尼是哦。咱袂感觉讲我是我头壳内咧想，叫你骗骗人安尼
太太啊，你的囡仔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你可以当了解伊头壳咧想啥？哈，我拢袂晓，知，老婆在讲啊，出家笑破过来了，在咧想啥咯？但是，就是咯，就是咯，可能囡仔就是在伊咧想啥，然后其他的拢讲咱家己，其他你看我袂问题，各位先生，咱其他你想法，人咧想法，你讲乘车你头壳是咧想法？我知迄个啲人吼，我唔知嘅，咱都唔知别人咧想啥，咱想要知影家己咧想啥，咱嘛唔知家己咧想啥，咱想要知影别人咧想啥，咁唔可能，唔可能，唔可能嘅代志，唔可能，像咱咱袂关心，啊，咱常常关心哦，常常问伊讲，你为什么这样咧做？咱拢常常去问别人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咧做？你为什么这样咧选择？为什么天生爸妈的？为什么做去卖公司啊？吼，说在为什么？自己本身叫做10万个为什么？老板的呀，老板的为什么都很像答案来了？哎，你刚刚评价我在等答案，年轻都得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答案，年轻都得是没答案。相信咱这老婆干，家就是讲，家的你家夫妻拢不要干，跟这个代志嘛，一起看，拢跟他做。伊拢都牵涉年轻就是无答案，甚至无叫甲唔对的哦，因为就是忍，爱忍耐，忍耐是为着啥？忍耐是为着这个忍耐当中你看着家己，你要当着真正爱家己啊！迄个靠咱知影讲，迄个人是毋是咱做的真正是家己哦，迄拢毋是哦，迄是你细汉慢慢大汉的过程当中，你的环境，甲你养你的身躯的，叫做是。习惯啊，你的习惯啊，我自细汉就习惯往哪讲，我大汉就习惯讲阮囝，阮囝大汉就习惯去讲阮孙，安尼样调多出现，迄叫做循环的属标，敢会当？这会当呢，恐怖，现在哪里想做恐怖呢？恐怖，啊，你安那会当？你安那会会咧笑？想办法，咱要想办法，咱去上专家。来，各位先生，咱先吼，上家，我感觉我今仔做了真好，觉得我今天做得很好，鼓励家己哦，鼓励家己吼，来，有法真厉害啦。也是讲我感觉我今仔做啥物代志，我勉强我家己，我感觉是对的，有无？勉强我家己。今仔个勉强我家己来做啥物代志，我感觉是对的。勉强啥物了？我平常时拢安尼，如讲我平常时拢困到10点半去啦，但是我今仔是勉强我家己啊困到7点就来食，因为我今仔要来干嘛？我今仔有，我今仔有啥代志，所以我勉强我家己，我就是7点来食，这就是勉强，也变是勉强家己，到有知啦。你今仔有做勉强家己，下来就知啦。好来，来来，讲来。同学哦，有需要出呢，能不能去相关？你们其实其他体会班他一起来管，所以我放其他东西给大家接起来，好，这是我家己的，其他就他们会做。他会，各位学项目，其中的其他的勉强起来。好，安利刚刚挺好，很棒的，很棒。好。赶快的，赶快的，那个方面哦，有无？有无？在哪里？有没有？快点，快点。所以你会多浅浅，当你手抓起来，你就是自在那种感觉。当你想要捡起来，当你自在那种感觉。我今仔跟你讲过，但是我今仔两手抓起来，我感觉我拿起来我很棒的。哪位？有无？真的是也是黑粉，有吗？有啊。然后，咱拢会感觉讲，就别人对方面就做会真正了解。咱的两手重点是在我来鼓励说你好棒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呀，为什么叫做体谅？体谅手有干无？现在听，现在学，现在听，在哪啦？你啊哈，咱
有相信是标，我有相信是会当改变我。虽然我无法度，我出地支持毛病，我出地冰山，其他有出地问题、出地毛病哦，就较家己感觉出地问题、出地毛病，若是照靠，就较即个啦。毋是而且讲你个台面化的，实际生活大家出地毛病个。虽然敢讲敢毋敢讲，但是话就会较学者，袂囡仔，有些对妈妈嘛大声啊，哦。妈妈买讲啊，囡仔买讲啊，我囡仔拢会讲讲主诶，毋是讲主诶啊，主诶就是真正，其他咧就大家真正。伊话是到话有无？啊话是只安尼，啊话是安尼，阮细汉个囝就要家己。安尼叫看有落来，咱看有是狗，啊是只细我看无，我有看狗、豚、病拢毋是，羊嘛吼，大家看有嘛吼，伊拢是食叫做羊啊，羊、羊，即个关起来叫做九阳关，阳关。所以遮也有备菜话，讲阿妈你话我起来就话。伊家己较真细吼，九阳关哦，所以原来九阳关是啥咱知？九阳关就是修行人，咱说是修行这条路，想要修仙道，但是迄个脾气毛病改无清，气无调，做擦感，你去讲就爱入九阳关，后者。伊迄活都活会变去啦，后是只乱去啦，有拍甲家己定后不当，我你循环做一种毛病，你着爱会晓讲，专家时间到，你着会当，专家时间到，咱拢讲伊讲关系个月，关系个月进来伊个伊啊吼，改就安怎，就会看较久哦。啊，你若是足紧诶，你着家己知影心情改变吼，会当个你着足紧诶，你着会当跳脱即个，会当当即个事情。所以真正是简单嘛。咱各位先生拢想讲啊，咱就在家做好就好，啊嘴笑眉，心笑态，无人知。哦，咱今头啊话就啥啊啥，九阳关。我现在就在讲九阳关哦，就要怎样看？相同的放比如哦，咱哪个事情哦，你哪个要咱去用力点哦，从一杯啊，要一起哦。咱若咧想着，咱放心地，就拿咧美人去美去无，开始去美去哦。若无懂的吼，一直去哦。哇，这种懂的呢，啊，这就是咱人的，这个心，你爱记住爱去甲人用，你爱是啥？这种你家己，那种家己人啊，先设计，当懂才有开始。比如其他人安尼人讲啊，啊，你个设计。当下注意，啊是咯，你甲我点去，人安尼甲咱讲啊，有阳关哦，你个比较较歹哦，哦，安尼真正是有阳关啊。啊，囡仔其实毋捌啥物叫阳关啊，因为咱有摕册咧看，伊有看册看九阳关啊。